数灾难。奇怪，无缘无故，有咩突然发生火灾咧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事情唔好咧！夜场火灾，将宅旁所有嘅东西烧呛呛咧！啊，东西无咧，无要紧，夹夹去看，有人诉说么？先救人要紧啊！是。杨为安阳，希望大家平安无事啊！来，你让来，来，少爷，要从火灾，死伤不少啊！啊！安阳管家处理善后事宜，然后将这条诉讼之人前面嘅所在。本佢哋安心了送啊！是，少爷，也今日拖到摕个布施非常上，鬼鬼祟祟，非常的可疑。每天也火灾，老记有关。真有此事？好，喊我走，你让我走了。来问你，为何？你俩为火群鬼鬼祟祟，不轻轻唔标嘅老实讲，样板唔会贪爱，老实讲，不轻轻唔标嘅。阿三，嘿你。少爷，我只是讲错，我用我刚向前加大，报仇大同啊！其实，迄老公爷还来表解啊！我嘅母亲，冇可能。我母亲冇理由安样做。阿三，你是唔是为到我脱罪，才会讲罢了骗我？少爷，我唔敢骗你，真见迄老夫人喺我表报解。真嘅係佢母親。阿三啊！
无辜之人终身祸害。母亲，你为何安永走？少爷，我也係為到我不卡一拳太深，夫人來向我安放，我讓我答應你，你冇講我嘅事啊！好嘞，我再個講嘞，我哋樣板做嘞。母亲，仆兒，係你來咯？看你匆匆忙忙，到底你發生何事啊？母親，阿三就已經老愛講出真相，我來只想愛問你，到底在旁是否係唔係你指使嘅？爹啊！仆兒，你聽我講，我兒子嘅作為也係不得而解呀。啊，母親，真經係你，你為何會安樣做？不得已，母親，你可地掠一병寶，送給多少嘅無辜性命？母親，你是才不愛聽是夢了。婆妮，你用會安用攞你嘅阿妹講法啦？你確定你嘅阿妹為了普世太妃，佢係煞費苦心啊？當初就為了你講嘅一句話，普世太妃要繼續判下去，你嘅阿妹要查你嘅，你一個冇自家嘅人，真是無敵命貴啊！求你安用嘅普世方式繼續下落去，就算你嘅父親留下家財萬貫，都是要愛得。你個阿妹，他為了不假設想，怎會安用錯你弟嘛？哼，其實啦，當初為表哥。只是相愛，他做兩個氣死老漢啊！愛的呀，為世上無數啊！其實咯，兩個事情正經愛過，要怪兩個死嘅人，自家運氣唔好啦！你呀你唔知體諒，還愛用來質問你嘅母親啊！哼，真是有口無手，大可愛拍啊！阿 Q， 你講嘅只能怪一條運氣唔好，成為終身禍害。阿 Q， 母親，你兩人用呢一款嘅疏通方式，到底害死多少無辜性命？這條亡死之人變成孤貴雅貴，何喜何巧呢？仆兒，你阿求也讓你解釋過咧，我安樣去做也係不得已。你為乜嘅就不能諒解我哋管家父子人嘅辛苦啊？哎呦，天都翻嚟哈！哎呦，要我與你嘅母親哈，你呀你真是太不好！愛不好，好吧。既然過錯已經錯成了，吃苦頭，天下無不是嘅父母。你講你為難之處，愛也的，但是你啊，從嘅負債，幾條嘅人命來亡。望我不辭別，連朝都嘅條嘅亡靈，孤貴也貴，
并开杀母亲你嘅吹歌。我老婆在此夏天嘅时，我归于三宝，金水不足，强下实在眼波。头把个条往昔之意，请母亲你答应。不义，你爱出家，你爱皈依三宝，我不准。我夫家就单叫你俩个独生子，既然你那是出家之意，我夫家从此唔就接。你按样见，样板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呐！我不准，你那真心爱表下母亲。真你爱出家，从今以后，你就莫爱我俩娘亲呐！你故意要来什么报啊？你家那门呐，不家来向啊报，万年那穿啊！对夫家那出啊呀，但得马子啊，不惜自啊穿啊，本意嘛懂啊，母亲，爱天母啊，妈呀，一错再错，身心忏悔受吹高，为免轮回归三宝。因缘那深那秋啊，太公啊高啊！母亲，俺心意给听，请母亲原谅。何以不好？不给，我不准你走。不给，你今日把黑人的推出一个夫家门，你就永远无人的多做啊！夫家门也做个不好子。母亲。我只有按样做，让人笑母亲你嘅吹讲。母亲，请你伸劝呐！你也个不好子，孟子生了父心，也爱爱情路回程，偏你狠心爱归依，枉费用情的一片心，枉费用情的一片心，一片心。光辉为民，你忘记
起，我根本以为安样做，我心意激激，请母亲莫再苦斗。你的不好子啊！万般富贵待不用心做事，养有天。莫做坏事。不给，不给，我不准，我不准你走，不给，不给，你莫走，你莫走，你莫走，好你慢走，哎呦！
你讲过嘞，做安多不主有保佑吗？哼，假使有保佑，你个老公会死；假使有保佑，你个来爷会离开你出家归依不门。那么呀。公子生哪来呀？莫讲自喜嘛，用你呀兄弟呀爱嘅恩情啊！给你讲，青山出家去，那么你俩下去。万桥啊来路啊步啊，去啊那拼啊，一年点啊想啊，梦中啊你给思念嘛亲啊。有啊，有火光有啊，潮客哪来发香啊，全骗啊你啊！错，我和你计较。宝贝的身心出个离婚，不但无人爱比。我定啊爱苦苦终老，天哪！勇气，来拜你了有何用？来拜你了有何用？再记住你，就会将那个地方那个背太去。莫给你。莫给分，莫给你，莫给分，将我嘅来嘅饭啊！